如何壓縮 MKV 文件？轉到 EasyZip.com， 然後單擊壓縮視頻，然後導航到壓縮 MKV 文件，輸入所需的文件大小，以 MB 或百分比為單位，然後點擊下一步。你將被重定向到正確的文件壓縮頁面，點擊選擇要壓縮的 MKV 文件，打開文件選擇器，或將 MKV 文件直接拖放到 EasyZip 中。點擊壓縮 MKV， 壓縮過程將開始，這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完成。點擊預覽，可在新的瀏覽器窗口中查看壓縮後的 MKV 文件。點擊保存 MKV 文件，將壓縮後的 MKV 文件保存到你選擇的目標文件夾。就是這麼簡單，我希望這有幫助。請點擊徽標並訂閱，這對我們來越意義重大。